后来自从这个桃园的病院发生着感染新冠病毒的本土病例增加了后，批务官来下令禁止着县府的员工到桃园来出差，而且呼吁民众减少来到台湾本岛看病。所落来，这个云林县甲苗栗县嘛拢呼吁公务员莫到桃园来出差，也就是讲，这个桃园以外，互看作是禁区。桃园市长郑文灿回应了，伊讲防疫动心，全民防疫，才当来拍赢这场的战争。最近增加10个本土病例，拢出现伫桃园。从桃园发生以来感染，各县府拢禁止员工去桃园出张。他们的足迹都集中在桃园一带，所以我们澎湖这边决定，从即日起，我们县府的员工现在就是一律禁止到桃园这边来出差。禁止员工去桃园出张，这个话互桃园人听到，唔知会安怎想。防疫同心，全民防疫哦，这场战争才会打赢。屏县即摆也无人确诊，过年团拜活动全部取消。云林县甲苗栗县嘛来学因，呼吁员工莫去桃园。桃园即摆甲防疫的重担倒落来，除了是国境大门，阁替澎湖、金门、马祖离岛的民众回国，提供防疫的旅馆互因住。即摆因为风险大，各县市袂惊，不过考虑到疫情安全第一，做伙合作对抗疫情，这是上要紧的代志。